經書講，傳道書12第1節按樣987家，記得初二嘅主幹二和後生，但係呢，因為這個後生，這個嘅思想很靈，心中很靈，所以呢個經節987家係記得初7家嘅主。嗱，接下來講幹芒豆家嘅日子。在切家嘅時期嚟講，切家遲到，快樂又得唔到，精神又冇，思想又唔準，嗱，所以切家老了，咪忘記了，所以呢個經節987家，幹切家呢後生，記得切家初切家嘅主，嗱，傳道書12、13節咁樣講到，最結果嚟講切家要遵從上帝嘅心，揸滿。嘅命令，因為到呢都係每一人嘅負責任。嗱，兄弟姐妹們，這個世界裏喺度，各人要負責任，對於上帝裏面。但係呢，這個做好也好，做壞也好，要負責任，日後愛在上帝裏邊，這個愛負責任在上帝嘅面前。因為到呢傳道書12、14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帶這個每一人。到嘅立堂嘅面前，每一人世間裏喺度，日後去向上帝嘅立堂，所以你做好也好，做壞也好，在上帝嘅面前日後去經過嘅立堂，所以講一家嘅精神猛要忘記，心中很靈很後生，今日嘅決定來到上帝嘅面前，來一家宣言耶穌基督係一家嘅上帝，照一嘅命令嚟行。照家嘅福音嚟行，照家嘅法嚟行，嗱，日後一家在上帝嘅立堂嘅面前嚟講，一定一家立到對嘅人，因為這個人類世間嘅攏總跌落錯嘅方面，跌落錯嘅方面，都跌落邪惡嘅方面，所以這個需要上帝嘅恩典，宣言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這個嘅錯不佢下面睇。日後上到一個立堂嘅講，自家得到義人，自家唔會錯，在上帝嘅面前，阿門。